嘛是跟叫车有关的话题，道民众投诉讲用手机App 伫咧叫车平台叫车，明明伫咧业者规定的时间内取消，煞收到这条含车主同款金额的小单。服务人员解释讲，这是预先的收款费，假使若是确定这个信用卡抑阁有效，就会取消这条金额。若投诉的人讲钱拢一直也未退还予伊，叫车平台嘛无服务的专线，上尾头尾等3礼拜才收到退来的钱，讲实在足无保障。 手镜头叮当一个叫车方便，可以当掌握坐车的信息。真侪人拢会用手机APP 来叫车，不过有民众投诉讲，伊叫车了后，伫时间内取消，想袂到平台也是甲伊收车钱。APP 上面也是写说你的行程已取消，所以照理来讲应该是不会扣到完整的金额。投诉的民众讲，进前用 APP 叫车，发现驾驶爱搁12分钟才会到位，因为伊咧赶时间，落尾就伫平台规定的时间内取消，想袂到却收到一笔交易200块的通知。敲电话过去问，对方煞甲讲这是信用卡的代新收款费。叫车平台业者嘛解释讲，代新收款费是要验证付钱的方式是毋是有效的，未真正甲扣钱。这款的机制，饭店业甲租车业定定拢会当看到，因为叫车平台无人客服务电话，投诉的民众敢若会当透过 APP 传信息去问2届，对方拢讲会取消代新收款费。不过投诉的民众也是一直等到过要3礼拜才收到对方退200块。我觉得很没有保障啊，因为你就只能被动的等他的客服人员来回复你。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违反规定的。那叫车的平台，搁像讲外送平台等等，大部分拢无人客服务专线，加上业者的总部真侪拢伫国外，真歹反映问题。民众若拄到消费的争议，就惊会找无人。目前的法规敢若有规定，线卖也是卖福地业者，购通讯也是访问交易业者，爱提供消费者服务专线。若叫车的平台也无相关的规定，若是民众真正拄到消费的纠纷，上好甲相关的单留落来去找消保官，也是消基会投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